4個學生懷疑喺沙灘玩4P， 佢哋段片最近上載去 YouTube， 最先見到一對男女喺赤柱沙灘玩自拍，跟住越嚟越親熱。佢強吻咗我男，飛係啊，吹啊！仲一齊走入女更衣室，裏面有另一對男女攬埋一齊。現在係12時55分。好，2010年1月17號，啱啱同我搞完嘢，唔係佢要求我同佢搞嘢。兩年劇你搞完嘢佢就，我幫嘢啊，你幫嘢 OK，幫嘢就唔好影啦好唔好？後嚟網友大起底，發現個男仔姓葉，仲喺 Facebook 話4P 好好玩，又公開其他3個人嘅身份，包括佢姓黃嘅女朋友同另一對情侶。網友話佢女友未夠16歲，個男仔隨時係官非。但律師話個男仔唔認，法官都未必會將段片視為重要證據。但係2個男仔闖入女廁一樣有麻煩。表面上已經有遊蕩罪先啦，咁最高刑罰2年監禁。警方話跟進緊，被指係葉姓男生就讀中學嘅林副校長就話處理緊件事。